PC Home 旗下由拍虎國際營運的第三方支付服務派錢包進行17號海客組織入侵。這陣拍虎國際是公布調查結果，確認講盜竊的資料是內部的員工日常作業的檔案，其中包含2019年甲2022年專案會員的個人資料，這名字甲車牌攏流出去。也針對受影響的用戶，拍虎國際講會提供這個優惠券補償。人飲飲料和這個氣候，消基會批評是上架標準，呼籲主管機關愛處罰約束業者，加強保護消費者的資料。拍虎國際佇官方公布資安安全事故調查結果，表示會同專業第三方資安監測機構完成全面盤查了後，確認這一擺外泄資料是內部員工日常作業檔案，大部分無牽涉個人隱私。不過2019甲2022年，因為專案上線會員資料，包含名字、手機號碼、車牌號碼，會針對受影響客戶提出專屬補償。方案是要指定超商飲品電子優惠票券，優惠超過500塊。提出的這樣子的補償條件是最低標準啊，那消費者如果不接受的話，當然可以要求更高的賠償嘛。主管機關應該要給予適度的懲罰，而且這個金額要讓業者會感到痛，讓業者投入更多的這個資源在個資保護上面。拍虎國際強調，服務系統安全無問題，對無妥善保護個資遺失的已經完成系統修補加安全強化。資安專家分析，第三方支付若有資料外泄，犯罪時消費行蹤攏比較合，都驚加做不法集團的詐騙對象。犯罪集團有可能會透過假裝是這個平台業者，就剛才提到這些油水電相關的業者，去跟民眾說，你可能要做重新的驗證啊，或重新的一些這個處理，或者你之前賬戶有一些問題，請民眾做一些這個相關的一些這種金融的一些操作，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要去小心的。專家也提醒業者，過去海客的手法在卡又無成功，會閣進入系統攻擊，所以最近也是特別注意加強資安防護。針對這個案，司法部數位產業署7月初已經行政檢查，後續依照個資法調查當中，拍虎國際若違反個資法會處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